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樂永豪贏馬者同盟 YouTube 分享嘅時間啦。眨下眼咧又嚟到咧就禮拜六嘅下午啊，唔知大家咧就今朝晏晝嘅時候咧有冇即係參與下咧就越洋賽事啊嚇。喺呢個禮拜日嘅泥足混合賽之前嘅一日，即係今日啦，就朝頭早啦，咁同埋夜晚啦，合共夾埋咧又有12場嘅越洋賽。其實咧慢慢嚟到3月中咁滯嘅嘞喎，越洋賽又開始嘅嘞喎，一路咧就到起碼到季尾啦。即係香港嘅馬季尾咧，我諗大家咧都要習慣啦，喺週末啊或者週日嘅時間啊，除咗香港之外咧，仲有咧就海外嘅賽事噶啦。咁亦都咧就即係慢慢開始咧就熾熱起嚟。對比香港嘅賽事咧，啱啱即係上個禮拜之前啊，連續嗰2個禮拜咧都係即係有呢個一級賽上演啊。咁嚟到呢段時間咧，會唔會覺得有少少真空嘅感覺咧？又唔可以咁講嘅，咁始終咧就馬季咧都已經過咗咧，就即係一半啦。踏入咧就季中嘅後段啦。咁側身馬咧多啦，咁亦都咧就容易咧就即係有啲新舊馬咧就混戰嘅場合出現啦。咁加埋有部分馬咧，甚至乎喺季內咧都已經跑咗一大段嘅時間㗎啦。嚟到呢個時候咧，真係體力已經七七八八㗎啦。畢竟咧50次賽事開外咧，佢哋可能咧當中跑咗即係7-8次啊，咁唔出奇嘅，完全唔出奇啊。咁所以啊嚟到咧就呢段時間開始，我諗除咗咧就即係嗰啲馬嘅質素啊、能力啊，或者咧就即係同對手嘅即係互動啊、比較啊之外啦，我諗大家都要留意啊佢哋個體力嘅問題啊。所以有啲馬咧，即係譬如季內跑得少啊，或者係即係曾經喺最近嘅時間休息過啊嗰啲馬咧，係可以咧就睇過一線嘅。咁往往呢啲馬咧都有啲賠率添啦嚇。咁當然有好多即係馬咧都季內都已經交代咗啦。如果呢啲馬成為好熱嘅熱門咧，你又更加要小心，因為咧到底即係一季裏邊佢哋需要係爭取幾多場頭馬咧？我諗連馬師心中有數嘅嚇。會唔會咧？即係留意有待啊！咁呢啲咧你都要估啊。咁所以啦，嚟到咧呢個階段咧，加埋水準唔係太高嘅，即係場合比較多咧，我諗大家咧都真係要摸住石頭過啊。不過有一樣嘢咧好嘅，今次嘅賽事咧唔需要太過摸住石頭嘅就係天氣啦。因為咧對上嗰2次嘅賽事咧，即係天氣方面都唔算好穩定，咁亦都咧就2次賽事賽前咧都冇淋水啦，咁亦都甚至乎啱啱喺谷草嗰次咧跑下仲落雨添。咁但係咧近呢幾日咧個天氣就完全係好轉啦。咁我估結合埋即係天文台嘅天氣預報啦，我估今次嘅賽事咧嗰個天氣咧就應該係穩定嘅。咁最多我睇下到底咧就聽日跑之前淋水淋幾多啦嚇。不論草地方面、泥地方面咧，我估計咧個情況都係理想嘅。諗少一樣咁都好嘅嚇。好啦，既然係咁咧，就今次都講講我同埋心月老師咧今次2批嘅心水馬匹啦。頭先都講咗啦，水準就未必好高啊。如果你要揀水準高啲、高翻班啲嘅場合咧，就要後段啲嘅場次噶啦。咁通常我哋都係會一人一隻一場。即係一場比較早啲，一場比較後啲嘅啦，通常都係咁樣嘅 pattern 嘅。今次咧我就比較中意咧早啲場合嘅賽事啦。今次咧我啊揀泥地賽咯，我揀第3場嚇。呢場咧就係4班1200米嘅泥地。呢場賽事咧就我貪佢即係喺早段嘅場合裏邊係相對比較簡單啲啦。揀咗一匹咧就比較中意嘅馬咧，就同大家分享下嘅。呢場我比較中意咧就係3號嘅魅力寶區啊。事實上咧魅力寶區咧就唔覺。對上嗰次頭馬已經係2024年嘅4月3號啦。換句話講咧，都接近2年冇贏過。咁你會話喂，隊長，呢馬2年冇贏過噶咯喎，就嚟咁有咩值得即係咁睇好啊？咁樣2年冇贏過喺香港嘅馬嚟講咧，有一個好處嘅最低限度。你睇下對上佢贏嗰場係92分嘅，而家幾多分啊？58分。即係話咧呢段時間裏邊咧，佢的而且確咧係即係減咗好多分。咁我頭先都講啦，嚟到季中過後咧，一係你係揀啲質素新啲，一係咧你係揀啲季內唞過嘅，或者咧就較遲復出啊，體力比較強啲嘅馬，一係咧你就揀有分喺手嘅馬啦。咁所以呢隻魅力寶區咧，我都相信咧最低限度佢一定係有分喺手。7歲馬啦，雖然話咧就都幾早咧就已經係開始咧就上陣啦，都好早已經攞到表現啦。但係其實呢2季咧，你見到佢雖然未贏過馬，但係每季咧佢都跑海量嘅獎金名次啊！即係好似譬如上季咁樣，因為上季開始咧第6名都有呢個獎金啊嘛。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次，上季13次攞獎金啊！今季都唔弱，咁當然咧佢係跑得多嘅。咁但係咧唔係跑得多嘅，咁佢亦都唔會減分減得咁快啊。但係跑得多而可以經常上到名攞到獎金嘅，咁亦都係另外一個即係優點嘅，就係呢隻馬咧個體質係比較強啲嘅啊，可以能夠經常上陣。而今季咧其實佢都跑咗12場噶啦已經，但係當中咧未贏過啊，但係當中咧都有8場係攞獎金。咁即係話呢隻馬咧，其實近呢2季雖然係冇贏啫，但係佢個演出水準咧係都幾穩定。
因為你要諗下啦，好簡單一條數啫。你而能夠喺咁多場賽事裏邊係攞到獎金，即係話你最低限度係一群馬裏邊係前列翻嚟先啦。咁嗰啲對手，即係你有陣時你跑一場半場，你可能會遇到啲弱啲嘅對手係嘛，或者嗰場水準唔係好高，所以咧有陣時咧啲上名率比較低嗰啲馬咧，上名嗰場你都要質疑下佢個對，即係嗰個賽事水準。但好似呢啲咧，經常可以跑得入前列攞到獎金嘅馬咧，你唔需要太過擔心佢嗰個賽事水準，亦都唔需要質疑，因為點解咧？佢冇可能即係一季裏邊跑譬如咧4係15場咁樣，佢有10場係可以攞到獎金，佢冇理由呢10場都係低水準賽事。換句話講，你最多可以挑剔佢遇到啲渣啲嘅對手，佢都係跑飛，佢贏唔到，或者呢個咧就係佢自己本身有啲退化，當其時未減夠分。但係當佢遇到高水準嘅對手，水準夠強嘅賽事咧，佢其實一樣可以有穩定嘅演出，亦都係可以跑得入前列。呢個咧就係呢啲班底夠厚嘅年長馬嘅優勢。咁嚟到咧今次啦，跑呢個泥地1000啊。其實如果你又睇翻呢隻馬，佢以往當然係谷草又得，田草又得，田泥又得嚇，咁3條 track 都得，佢甚至乎3條 track 嘅1002佢都叻嘅，係一隻好 typical 嘅1002咪轉價啦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你話睇翻咧，即係近呢幾季咧，佢都係以草地賽為主啦。咁我頭先都講過，其實佢2年前贏馬92分贏馬嗰場，佢正正咧係贏泥地，甚至乎係前一季。佢兩邊都係泥地嘅，84分贏一次，92分贏一次，有理由相信咧，其實根本上佢嚟到即係全熟之後咧，佢根本泥地個分係最高 ，OK， 所以佢能夠84分同埋92分都贏。嗱，咁你咁計啦，咁佢如果泥地係即係呢個分數贏馬草地咧，佢比較高分，已經係喺跑馬地即係1002米係90分上名，咁田草都係啦，90分上名，但係泥地咧係92分贏馬，即係話你又計得到啦，計得出佢。泥地佢嗰個能力似乎係比草地高大概8至10分嘅喎。如果唔係咧，佢做唔到呢個動作嘅喎。好啦，結果咧就即係呢2季啦，做呢個評分調整嘅手續啦，慢慢咧又由2班頂咧慢慢落翻嚟4班啦。咁其實咧佢呢個草地同埋泥地嗰個即係分差咧，即係個評分嘅差距咧，其實係唔會改變嘅喎。你要知道，即係話咧喺草地佢能夠喺而家咧佢有58分啦。即係如果58分真係可以上名嘅話，即係話58分佢係跑泥地咧，佢係足夠有贏有餘，因為佢係起碼揸住10分喺手。OK， 咁只不過咧季內咧佢係較少跑呢個泥地咁解，即係跑呢一場。但係其實你睇翻今季啊，佢雖然喺呢個草地咧都有3次上名嘅，田草1000咧就係跑第3啦，當其時係65分啦。谷草1002咧跑過一個第2個第3啦，當其時69分同埋71分。但係其實你再睇翻季初佢第一場跑呢個泥地1002咧，佢係74分跑第4嘅。即係話咧，今季佢依然維持住咧係泥地嘅表現係最好啊！其實就唔使揸佢以往92分贏馬嘅賽績㗎啦，揸翻住今季74分都仲係跑緊第4嘅水準嚟講，落嚟呢個4班而家58分，減咗足足16分，一個班子嘅距離。咁係咪一隻咧相當之實淨嘅馬匹啦喺度？條件就係啦，睇翻啲組咧，即係隔晚咧熱門嘅都。即係一隊咧，近期有表現嘅，譬如顯勝高升啊、起步飛飛啊，呢啲質素比較新啲嘅對手，無疑呢啲咧對魅力寶區嚟講咧，會係一啲即係挑戰嚟嘅，即係一啲衝擊。但係其實你應該調翻轉頭講，係呢隊馬係要挑戰翻魅力寶區先至啱，因為咧一隊馬都係香港都係處女馬身份，咁你處女馬，咁你爭第一 win，咁你梗係對住啲老手先㗎啦，你梗係要挑戰問過啲老手先啦，所以。呢對馬係熱過魅力寶區咧，喺我心目中我哋覺得有少少本末倒置。咁既然係咁，魅力寶區隔晚都5倍幾，咁位置都有20蚊開外，我覺得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啊。所以咧，今次我心水咧比較中意第3場啊，3號嘅魅力寶區嘅。好啦，咁至於咧，心月老師咧就比較中意後啲嘅場次啦。咁佢咧就比較中意咧就高班啲嘅，就第10場啊。第10場呢場咧就係1班嘅1002米啊。心月老師比較中意1號嘅舉步生風。咁嗱，舉步生風咧，我諗大家都即係會聽過啦，即係對知啊。佢其實佢已經係接受咗呢個即係杜拜嗰邊嘅邀請。如果杜拜世界盃賽日咧，佢應該咧就會去杜拜咧，就即係跑呢個阿喬斯端號錦標啦。但係近期咧，即係杜拜嘅政局就咁樣啊。上次即係升龍區嘅事件啊，亦都咧甚至乎有騎練啊、馬主啊咁都要滯留啦。咁到底杜拜世界盃跑唔跑得成？都暫時嚟講就未知，咁但係好啦，就算跑得成啦，你敢唔敢去咧？呢個亦都係問題嚇。咁所以啦，舉步生風嗱，我相信咧，即係因為報名嗰陣時咧，都未知道即係
你報名應該知嘅，但係之前預跑呢樣賽事咧，我諗當其時咧都未知道個情況係而家咁樣嘅情況嘅嚇。咁換句話講咧，喺遠征杜拜之前呢場咧原本係佢一場前哨戰嚟嘅，但係好啦，咁啊到底而家咧成唔成行咧？成到行又會點樣咧？我諗點都好啦，呢場前哨戰咧變咗係佢其中一個係 target 都唔定嘅。而事實上，今季呢個舉步生風，我之前都一而再都強調。今季嘅短途馬裏邊咧，如果你問喺即係較高級數嚇，上到去分級賽嘅短途馬裏邊，咁當然全部都係活喺呢個嘉應高升陰影之下噶啦。但係當中都有啲馬咧係有啲進步啊，包括邊啲咧？嗱，雖然近期都仲係你見到啊，又係即係 Q 陽明區啊咁嗰啲咧，係即係又轉翻 Q 啊，又係嗰啲馬咧就跑得好啊，甚至乎金鑽貴人嗰啲又翻翻嚟咁樣。但係其實如果你數落去咧，真係有進步嘅馬咧，都有好幾匹，而舉步生風係其中一隻。因為始終咧呢匹馬咧到依家為止佢都只係5歲，喺香港只係跑10幾場。正常嚟講咧，其實佢自己本身都仲係有機會有進步。所以咧今季你見到佢上季啦，佢係跑過4歲系列賽嘅，都幾犀利嚇。咁啊呢隻馬走去跑4歲系列賽，咁啊如果就唔係跑曳㗎，嗰場係可以跑到第4嘅，即係輸俾祝願嗰場係跑第4嘅。跟住即係當機立斷啦，縮翻嚟跑短途啦。你見到佢個表現咧係一路10級以上。今季喺季初係贏到3級賽，而近呢幾場喺級制賽嘅表現咧，兩項1級賽係跑第3，2級賽跑第2。嗱，如果純粹計表現嚟講，你見到咧舉步生風，由上季92分贏嗰邊之後，到今季已經115分啦。佢自己本身真係進步咗20幾分。而喺即係香港嘅級制賽嘅短途馬壇裏邊咧，你見到佢能夠經常同呢個嘉應高升啊、串 Q 啊、串位置 Q 啊或者跑入3甲啊，佢自己本身咧已經係有實力，即係證明咗實力級數嘅存在啦。咁所以啦，我都明白點解咧，即係接受邀請佢都會諗住去杜拜，因為喺香港遇到嘉應高升，其實真係冇乜運行嘅。好啦，咁你唯有咧，即係好似當年啊，即係好似當年好望角遇到精英大師咁樣嘅方法啦，就係你要揀選一啲精英大，即係當年好望角就揀選啲精英大師唔會去嘅地方，或者唔會跑嘅賽事，咁佢去攻嗰啲賽事咧，咁你就有勝望啦。所以我都相信咧，其實唔好講話淨係即係今次係舉步生風啊，即係其他嗰啲驕陽明區啊，你都可以諗啊。唔怪之金鑽貴人都要諗住係去遠征，就係因為你喺香港遇到嘉應高升，你成日都係做炮灰嘅嚇，即係爭嚟爭去都係2、2、3、3個，就第一獎金爭好遠啦，榮譽都爭好遠啦。最重要嘅就係短途馬里程又會比長途馬較短啲，咁你對住嘉應高升，你跑嗰場跑到第2、跑到第3，你個里程都係用咗啊嘛，所以咧呢方面就會蝕底啦。既然係咁，即係諗遠征咧係好正路，咁但係遠征唔到，咁你難得呢場你又冇遇到嘉應高升，即係照計咧200幾萬嘅頭馬獎金咧，都係要攞到手先至合格㗎。咁所以咧，即係我都覺得咧，舉步生風今次啦，跑翻呢個一班賽，雖然重磅嚇，但係佢以往都贏過135磅㗎啦，加埋有個一檔啦。嗱，今次跑斯蘭跑道，咁你會話斯蘭一檔會唔會運㗎？咁呢場又唔係好多馬啫。第一、第二係始終斯蘭唔係私家3，而係沙田啊。加埋潘頓跑呢隻馬咧，你往往見到潘頓跑呢隻舉步生風咧，佢有啲前速嘅，佢唔需要留到太後嘅。咁我都相信咧，以佢嘅能力，最低限度係即係連場冚嘉應高升而上名嘅能力，對住呢班對手真係隔晚有3倍咧，我就覺得係幾超值嘅嚇。咁所以咧，我都覺得呢個森美老師嘅選擇咧，佢如果能夠 keep 住目前嘅賠率咧，去到即係跑嗰陣時都係呢個賠率啦，係非常之理想噶。就算熱啲都冇辦法，因為事實上對住呢堆對手咧，因為我都講呢堆咧係以往都係有機會面對到嘉應高升嘅對手，但係大部分都係炮灰嚟嘅，係上唔到名嘅馬嚟嘅。咁所以舉步生風個級數咧係完全凌駕佢哋之上，讓你哋10磅8磅係絕對養得起咯。咁所以舉步生風夾埋呢3倍咧，亦都係幾理想。我都同森美老師一樣中意呢匹即係舉步生風㗎嚇。咁亦都係我哋嘅即係心水馬匹啦。好啦，咁亦都重複一次，今次我哋2匹心水馬啦。咁我比較中意第3場3號嘅魅力寶區啦，森美老師比較中意第10場1號嘅舉步生風。3場3、10場1，今次嘅2匹心水馬匹。好啦，多謝大家捧場支持啦。咁如果大家咧想喺某個餘下嘅時間咧同我哋繼續緊密聯繫嘅話咧，歡迎大家加入我哋嘅會員頻道嘅噃。參加辦法相當之簡單嘅，喺呢條片下邊有條 link，大家 click 入去咧就可以睇到咧會員頻道嘅簡介噶啦。揀一個啱你自己嘅等級加入就可以噶啦。咁等緊大家加入我哋大家庭噶。好啦，多謝大家捧場支持。下次賽事將會下個禮拜3晚谷草上演，禮拜2晚再同大家喺 YouTube 頻道再見，禮拜2見，拜拜。